Hi folks, this is your 超茶 Billy Fong speaking。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嘅題目係中國是 AI 世界的戰略 free rider 嗎？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2026年嘅7月17號咧，習近平喺上海嘅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面提出，中國將會繼續推動人工智能開放合作，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技術能力，同埋聲稱咧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咧，會致力成為人工智能國際公共產品嘅提供者。咁啊，中國企業同埋官媒對於開放模型嘅理解咧，亦都係帶有明確嘅清晰嘅全球擴張目標嘅。人民日報咧早前亦都刊登咗月之暗面啊 Moonshot 嗰個創辦人楊直倫嘅文章，提出咧就係讓中國大模型成為全球創新嘅基礎，並且強調中國模型可以通過廣泛嘅使用同埋全球開發者嘅參與咧，形成更具影響力嘅技術生態。咁啊喺7月17號咧，習近平講完呢抽嘢之後咧，4日之後，即係尋日咧，就係《金融時報》亦都報導中國嘅商務部正在徵詢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等嘅公司咧嘅意見啊，咁啊研究限制前沿模型嘅權重、關鍵訓練數據同埋咧佢嘅一啲設計咧向海外流動，並且咧係考慮收緊外國資本取得中國戰略性人工智能企業嘅渠道。呢啲討論咧仍然喺諮詢階段，尚未正式落實。但係呢兩個睇起上嚟嘅唔同嘅講法咧，其實擺埋一齊咧，就可以睇到中國喺人工智能嗰個戰略或者政策上面嘅一個方向。咁如果一啲戰略或者一啲方法係可以幫助到中國嘅模型去吸引全球嘅開發者一齊參與，繼而就可以壓低美國模型嘅價格啦，或者定價能力，同埋建立中國嘅海外生態技術咧，咁中國咧就可以將呢啲方法咧嚟到去包裝成為一個國際嘅公共產品，咁啊大家都值得擁有啊 AI 正咁樣，咁但係當涉及到一啲訓練數據啊，同埋一啲企業控制權上面嘅嘢咧，就唔好意思啊，就跌入咗去呢個國家安全嘅邊界咁樣。我會覺得中國咧係 potentially 或者係某個程度上其實係 AI 界嘅 free rider 咧，係因為我睇到一種咧不對稱嘅政治經濟模式。一方面咧，中國盡量利用全球嘅知識同埋外國嘅模型咧嚟到去做自己嘅 AI，去降低佢哋追趕外國嘅公司嘅模型嘅成本，然後咧降低咗佢哋自己嘅成本，然後就通過開放權重啊、開源啊同埋廉價嘅服務咧嚟到去削弱美國企業嘅定價能力。咁啊，當中國咧慢慢去削弱咗人哋嘅定價能力之後，佢有自己嘅優勢啦，佢有自己嘅核心嘅一啲訓練嘅數據之後咧，佢就會限制呢一啲嘅知識咧去轉移去外國啦。咁啊，淨係可以咧留喺中國。咁所以我形容咧，中國嘅 free rider 嘅 approach 咧就係通過蒸餾 distillation 嚟到去吸收人哋嘅訓練。然後咧，再通過開源同埋開放權重咧，去搶佔市場，最後咧就封鎖佢自己嘅優勢，然後咧確保佢自己繼續可以即係玩到呢場遊戲啦咁樣。咁點解會覺得即係中國會通過即係一個 free rider 或者佢其實通過一啲蒸餾嘅方式嚟到去即係搶咗人哋嘅人工智能嘅訓練嘅成果咧咁樣？咁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訓練人工智能可能需要有好多唔同嘅過程嘅。咁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工作需要做，譬如一開波可能要做一啲 data cleansing 啊，或者一啲人工嘅標註啊，一啲模型嘅修正啊咁樣。咁呢啲成本咧都係早期大語言模型開發時候咧所涉及到嘅成本嚟嘅。咁如果美國嘅企業咧去承擔呢啲前沿模型嘅探索啊、算力啊、人力啊嘅同埋失敗嘅成本，而中國咧就通過蒸餾咧去攞人哋嗰個成果，然後再訓練佢自己嘅模型咧，即係話變相可以低成本咁吸收咗人哋俾錢出嚟得到嘅人工智能嘅成果，然後咧再發展佢自己嘅嗰個能力咁樣。咁我哋都知道咧，就係中國早前即係根據唔同嘅媒體報道咧，係有進行對其他美國嘅人工智能嘅模型咧進行蒸餾嘅呢個情況嘅。我哋可以將成個 AI 訓練或者人工智能訓練上面咧，可以分做幾個階段，或者有幾樣嘢要做啦咁樣。咁第一樣嘢就係要將嗰啲要做一啲所謂嘅 pre-training 啦，即係一啲叫做預訓練嘅嘢啦。咁就係將唔同嘅資料就變成一啲 token。個 token 可以係代表一個中文字，或者一啲英文字，或者係一啲數字或者標點符號嘅。咁呢個大語言模型咧就會根據前面 token 嘅
排序或者邏輯咧，就去預測下一個 token。咁佢就逐步咁掌握咗一啲語言上面嘅語法啊、知識嘅關聯啊、程式結構同埋處理問題嘅方法。咁啊，攞到呢一啲之後咧，咁其實呢一個 pre-train 咗嘅大語言模型，其實佢極其量只係一部好犀利嘅文字預測機器啫嘛。因為佢通過總結之前嗰啲 token，然後預測下一個 token 會係點樣講咁樣，或者點樣用、點樣做咁樣啦。咁所以下一 part 咧，佢就需要做一啲 post training 咧，就例如可能係做一啲微調啊，可能做一啲編號嘅訓練啊，或者係強化學習啊等等。咁等到呢個大語言模型咧，可能真係即係用得到啦咁樣。跟最後就當然就係訓練佢嘅推理能力，同埋最後就係、通過一啲即係 API 咁，等我哋可以喺一個入口嗰度將個指令俾咗個模型，等佢可以嚟到進行呢、個即係運算啦咁樣。咁啊，呢啲通過咗大量資本投入訓練出嚟嘅大語言模型或者一啲 AI 嘅模型，咁你可以形容佢叫做大師傅啦咁樣。咁但係中國嘅目前嘅一啲嘅模型咧，可以通過蒸餾嘅方法咧嚟到去將呢啲大模型或者大師傅模型嚟到去咧訓練佢哋較為小型細規模嘅或者平啲嘅一個小模型。咁個方法咧就係將大量嘅問題咧就交俾呢一啲嘅大師傅模型，然後再通過收集呢個大師傅所俾出嚟嘅答案啊、評分啊、問題拆解同埋推理嘅示範咧，組合成為一啲訓練嘅數據，然後再用呢一啲數據嚟 train 呢個細啲嘅模型，等呢個模型可以模仿呢個老師或者大師傅模型嘅行為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成個即係蒸餾嗰個過程。蒸餾咧喺本身係喺即係 AI industry 咧係 within 佢哋自己公司咧，可能都會咁樣嚟到去做嘅。譬如我哋講到 DeepSeek 同埋千問啦咁樣，千問亦都係基於 DeepSeek 嘅 R1 model 咧嚟到去生成嘅。咁你可以理解咧就係佢可以用少啲嘅一啲成本咧嚟到去 train 到千問呢個咧比較細嘅模型啊，通過去去蒸餾 DeepSeek R1 model 咁樣。咁喺 Anthropic 喺2026年2月咧就話啦，佢識別到 DeepSeek 月之暗面同埋 Minimax 咧係進行工業規模嘅能力提取。Anthropic 表示咧3間實驗室咧合共使用咗24,000個虛假賬戶，同 Claude 產生超過1600萬次嘅互動。當中 DeepSeek 咧係涉及超過15萬次嘅活動，月之暗面涉及超過340萬次，而 Minimax 咧就超過1300萬次。By the way，講到月之暗面咧，唔知大家有冇覺得呢個名好中二病啦？Anyways 啊，Moonshot 咁樣 OK。咁啊，Anthropic 就話咧，DeepSeek 嘅查詢主要集中喺推理啊、評分生成啊。呢方面嘅問題嘅，而月之暗面 Moonshot 咧主要係集中喺 agent 嘅推理工具使用同埋數據分析上面，而 Minimax 咧主要集中喺 agent 嘅編程同埋工具嘅協調能力。Anthropic 表示咧，佢通過一啲 IP 地址請求員嘅數據啊，同埋一個基礎設施嘅指標同埋合作企業嘅資料咧，將呢啲活動咧歸咎於特定嘅中國實驗室。而 OpenAI 都遇到相同嘅問題嘅，佢亦都向美國眾議院嘅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提交文件，同樣嘅將 DeepSeek 形容成為咧利用美國前沿實驗室嘅能力嘅 free rider。OpenAI 就話啦，DeepSeek 嘅員工咧相關嘅賬戶咧曾經研究繞過存取限制，使用混淆嘅第三方路由嚟到掩蓋來源，並且係編寫程式化嘅工具咧嚟到獲取美國嘅模型輸出蒸餾使用。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係受到呢一啲蒸餾嘅行為所直接影響嘅企業，但係咧由於呢個大語言模型佢嘅成果咧，可能目前未有一個好清晰嘅法律框架嚟到去確定佢嘅即係產權啊或者係等等嘅嘢。但係呢樣嘢咧係唔影響個成本轉移問題，正如啱啱所講啦，就係你要用好多唔同嘅參數，要用好多唔同嘅即係 token，要用好多唔同嘅算力嚟到去令到一個大語言模型佢係具備文字推理或者係甚至係整圖嘅能力，係花費巨大成本嘅。但而家咧就係中國嘅企業就可以通過蒸餾嘅方法咧嚟到去攞到呢一啲部分嘅能力，但係咧唔需要付咁大嘅即係成本。喺呢一個階段作為個起點咧，再去追趕或者係直接同呢一啲外國嘅
人工智能或者係陣間我哋會討論到嘅 SaaS 公司、SaaS 公司咧，即係 Software as a Service 公司嚟到去做一個直接嘅競爭。咁但係你可能會問啦，喂，呢啲蒸餾啫，係嘛？即係蒸餾水咁都有飲過，係咪啊？唔好笑，sorry。即係蒸餾可以慳幾多咁？即係可以令到中國喺訓練佢哋嘅模型嘅時候可以慳到幾多咧？咁樣嗱，其實 Anthropic 同 OpenAI 咧都冇一個公開資料就話哦，因為中國嘅人工智能去通過 distillation，然後攞到佢哋某部分嘅能力，咁都可以節省到佢哋嘅可能係參數啊，或者減少到佢節省到佢哋嘅算力等等等等。咁但係你可以通過即係DeepSeek 佢自己嘅資料咧嚟到去講啦，咁樣去睇啦，咁樣譬如話呢個 DeepSeek 嘅蒸餾模型咧係建立喺已經完成預訓練嘅千問之上。呢一啲譬如千問咁樣咧，其實佢哋係重新係唔需要重新閱讀 DeepSeek Version 3 V3所使用嘅14.8萬億個 token，亦都唔需要從零開始學習。DeepSeek 利用 R1 呢個 model 生成嘅80萬個樣本嚟到微調千問咧，已經將佢嗰個部分推理能力轉移到呢個較細嘅模型之中。咁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呢個推理成本啦。推理成本咧可以用模型嘅啟動參數咧作為一個相類近嘅比較。一個完整嘅 DeepSeek R1咧係用 V3嘅稀疏架構，每個 token 啟動咧大概需要370億個參數。而 R1 所 distill 出嚟嘅千問 7B 模型咧，其實佢只係有70億個參數，參數嘅規模咧係較呢個 R1 DeepSeek R1 模型咧係少咗80%嘅。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就係 DeepSeek 咧就用一個 distillation 嘅技術咧，將 DeepSeek R1 嘅強大推理能力咧就注入到呢個千問 7B 嘅架構裏面，令到咧千問咧可以喺有限嘅硬體資源裏面咧提供到一個較為出色嘅推理邏輯嘅表現。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話OK，咁所以佢嗰個成本就可以慳咗80%咁樣，就唔係咁樣嘅。咁但係你會見得到咧，就係可以需要用嘅參數、需要閱讀嘅 token 係嘛，所需要嘅算力同埋硬件嘅要求咧，喺呢啲 distillation 之下咧，其實可以再進一步咁樣嚟到壓縮。即係話嗰個當中所涉及到嘅呢啲即係 perimeter 嗰個成本啊，或者係各樣咧，都可以再減低。實際減低幾多咧？唔知道啊，即係冇人有一個清晰嘅數字去計過出嚟。咁但係你從上面嘅討論，你都大概知道到咧，就係總之慳水慳力好多啦。OK，嗯，咁慳水慳力整咗一個咧，就係對硬件要求、對嗰個參數要求、對嗰個 token 嗰個量都係低啲嘅一個模型。對於中國嚟講，啲咩好處咧？咁樣，呢個就去到第二 part 啦，就係好啦，中國咧攞到某部分嘅即係模型，咁啊做到某部分呢一啲西方公司做到嘅大語言模型做到嘅嘢，right？咁咧，中國咧下一步就做咗啲咩咧？下一步咧就係將呢個 DeepSeek 啊，同埋即係千問咧嚟到去擺上去咧一啲即係 open weight，即係開放權重或者一啲開源嘅平台，等啲人可以下載嘅。咁啲人下載完之後可以微調同埋自己部署啦。而呢一啲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常見嘅。根據 Hugging Face 嘅2026年春季嘅報告，亦都顯示咧，過去一年即係2025年咧，嚟自中國機構嘅模型佔平台下載量咧大概41%。中國亦都超越美國咧，取得最多閱讀同埋累計模型下載量。嗱，當然下載量咧就唔代表即係 DeepSeek 或者千問即係阿里巴巴會揾到嗰嚿錢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會令到一啲美國嘅 SaaS 公司咧，就可能會嗰個定價能力或者個競爭力咧就會降低啦。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咁樣咁我哋可以從一個醫療同埋保險嘅界別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因為我最近睇咗一個文章即係一個研究啦。咁佢裡面咧就提到咧就係 Fullerton Health 嘅例子。咁佢就提到就係 Fullerton Health 嘅人工智能團隊咧，喺2026年咧就發表咗一份
研究。咁就披露咧，Fullerton Health 咧就建立咗一套多階段嘅醫療索償文件嘅處理系統。系統咧首先係使用中國嘅開源工具 Pedo OCR 咧嚟到去辨識文件嘅文字，再用 Logistic Regression 嘅分類方法咧嚟到將文件嚟到去分類。最後咧就由阿里巴巴嘅權重開放權重模型嘅千問2.5 VL7B 模型咧嚟到去理解文件嘅版面，同埋令到佢哋可以抽取到指定嘅欄目啦。咁 Fullerton Health 每年喺9個亞洲市場咧需要處理數以千萬計嘅殺傷。呢個團隊就表示咧就係呢一個嘅模型咧就 as 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咧，每個星期咧處理緊咧數以萬計嚟自越南同埋新加坡嘅殺傷文件。咁佢哋嗰個研究咧就用4200份，總共32000頁嘅新加坡同埋越南嘅殺傷文件進行評估，涵蓋超過20種嘅文件類型。結果顯示咧，系統喺欄位抽取個欄目抽取嘅準確率大概去到87%，整體文件分類嘅準確率去到97%，每份文件嘅平均處理時間係2秒。而呢個研究團隊亦都估計咧，人工流程咧往往需要大概10分鐘嚟到去做好呢啲 claim。而千問嘅2.5VL 嘅技術咧，亦都可以將一啲 receipt 啊、一啲表格啊，裡面一啲結構化嘅資料抽取成為一個抽取出嚟嘅一個能力。而呢個亦都係需要呢一個模型咧係有理解文字、位置同埋表格嘅能力，咁先至可以處理到唔同嘅一啲文件。呢個案例都證明咗咧，中國嘅開源模型咧已經替代咗某部分美國嘅收費文件 AI 服務嘅生產嘅一啲能力嘅付費嘅服務啦，咁樣。咁我哋可以睇下有佢直接同佢競爭嘅係邊啲公司啦，咁樣。咁譬如話 Amazon 嘅 TextTrack 同埋 Google 嘅 Document AI 咧，咁佢都做到一啲文字識別，即係 OCR 同埋即係入表格同埋欄目嘅抽取嘅一啲內容嘅能力嘅。咁如果睇翻就係 Google Document AI 嘅即係 Custom Extractor 嘅收費咧，大概係頭100萬頁咧就每1000頁咧就係30蚊美金，即係話你一間公司佢可能咧佢用呢一個 Google Document AI 同埋 Custom Extractor 嗰個功能係喺頭100萬頁裡面嘅話咧，你每1000頁就要俾30蚊美金咧 Google 嘅。咁但係而家唔使啦，因為有千問同埋有好多呢啲開源嘅模型可以幫助到。呢啲公司可以再進一步開發同埋去微調，適合翻即係 tailor-made 翻自己嘅需要嘅模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呢一個嘅呢啲 SaaS 公司咧嘅呢啲業務咧，佢哋個定價能力就會降低，因為我已經唔需要買你啦嘛。我自己喺網上面揾到一啲開源嘅模型，我都可以喺嗰個模型嘅基礎之上，再去建立自己嘅需要，將佢拼埋，然後去做到佢要做到嘅嘢，又唔需要做呢啲，又唔需要俾咁多錢去呢啲service as a software as a service 公司啦。咁呢個擔心咧並唔係冰山一角，亦都唔係空穴來風嘅。又記得2025年頭嗰陣時，DeepSeek 出嚟嗰日咧，其實 Nvidia 係跌咗17%，Nasdaq 係跌咗3.1%，費半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咧係跌咗9.2%，一啲即係數據中心或者係傳統好大嘅 SaaS 公司 Oracle 咁樣，咁其實都有跌咗好多。咁唔係話呢啲公司佢嘅估值下跌或者佢股價下跌，就代表 DeepSeek 係搶咗佢哋嘅盈利，就 no。但係個市場正所謂錢向道理走係嘛？個市場佢會調整啊嘛，因為有 DeepSeek，因為有千問呢啲去 distill 咗人哋嘅大語言模型，然後獲得咗部分能力，亦都係成本較低嘅呢啲細模型，然後仲要開源俾人可以自己 tailor make 咧，就令到個市場可能會擔心咧，就係嗯。未來嘅呢啲嘅公司，佢哋嗰個資本回報咧，其實係會有影響嘅。成個資本嗰個回流嘅周期可能會延長。
所以我哋下一個問題就係需要問啦，就係話，我哋成個 logic flow 就好清楚嘅，就通過個 distillation，通過呢一個嘅開源同埋開放權重，一方面就係 unethically，就係我唔知可以點樣形容呢個狀況，就係佢總之係攞咗人哋研究嘅成果，讓佢自己嘅模型咧可以有一部分，但係足夠用嘅人工智能嘅誒工作嘅能力，然後用少啲時間同埋用少啲成本去將佢推而廣之，同埋繼續去 build up 到自己嘅模型，然後再通過呢個開源同埋開放權重嚟到等啲人可以唔使錢用到，做到 tailor-made，然後再反翻轉頭嚟壓迫當初整咗個大語言模型，所以中國公司可以攞嚟做 distillation 嘅模型嘅公司，所以成件事就係咁。然後呢，我哋又可以睇下，就係下一步中國係打算做啲咩啦？好似我哋啱開頭所講，就係根據《金融時報》嘅報導呢，就係呢啲嘅文，即係呢一啲嘅中國嘅商務部就要同阿里巴巴同埋字節跳動去傾點樣可以阻止呢啲嘅即係知識或者數據嘅流動啦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冇呢啲咁嘅規定嘅，譬如話2023年中國其實係有呢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嘅，因為佢哋仲傾緊點做。咁但係亦都喺呢個暫行辦法裏面都規定咗監管部門進行檢查嘅時候咧，服務提供者係需要説明訓練嘅數據來源啊、規模啊、類型啊，同埋佢個算法機制。而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咧，亦都要求部分重要嘅數據同埋個人資料喺出境嘅時候咧係接受安全評估嘅。評估內容可能係睇下會唔會涉及到國家安全啊、公共利益啊同埋個人權益。嗯。但係你都可以從 Tesla 我哋之前討論到嗰個例子嚟到去講啊嘛，就係話，嗯，Tesla 嘅語言或 sorry，Tesla 嘅人工智能係冇辦法去收集到中國嘅地理資訊嚟到去訓練佢自己嘅模型啊嘛，因為佢對於呢個模型或者啲數據嘅輸出係有限制嘅中國，所以哪吒嗰啲唔驚啦，係咪？雖然哪吒都令到啲地方政府輸好多錢，呢個有機會再講啦。我覺得呢間嘢係好鬼犀利嘅，anyways，咁所以你就會你就會睇得到咧，就係當涉及到呢啲重要嘅數據或者訓練嘅時候咧，中國咧係有個 tendency 係要限制呢啲行為嘅。但係當佢攞人哋嘅成果嗰陣咧，佢就會話係呢個國際公共嘅財產嚟嘅呢個啊，我哋要做好呢個負責任大國咁樣。咁所以係即係頗為有趣嘅嗯一個現象啦，你可以咁嚟嘅理解，就係咁。嗯，但係講到呢度係咪好似講到中國冇優勢咁呢？係咪？咁中國其實有佢自己嘅優勢，呢個都係一個結語啦咁樣。中國有佢嘅優勢嘅，第一樣嘢就係佢喺數據方面嘅獲取可能會好好多。以我自己個人嘅顯淺嘅經驗睇上嚟，Siri 嘅落後其實係嗯。由於係有好多法規或者係要獲取數據同埋呢個訓練嘅過程裡面係有好多嘅限制，所以佢哋嗰個訓練可能就會冇其他咁嘅模型係做得好啦。咁呢個第一啦。咁呢個係我個人經驗啫。咁我喺度諗啦，多啲數據，咁中國係可以有多啲數據。你大家都知道嗰啲 facial recognition 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數據或者係個人資料嘅數據，中國政府可能係有或者係都 keep 住收集係。冇限制噶嘛，即係我哋都知道我哋一黨專政係嘛？呢個偉光正嘅共產黨領導咁啊非常之好噶嘛，right？咁所以佢就會大家都信任個黨同政府，所以大家都可以俾啲資料政府攞到咁樣，所以喺個收集上面，尤其係同一啲政府相關聯嘅機構或者係一啲公司嗰度，咁佢要攞到啲數據可能會容易過其他外國要攞到嘅數據都未定。咁長期嚟講都係你需要通過嗰個多啲 token 嚟到做嗰個 training 嘅。講真係咪？咁呢 part 就可能真係有啲優勢喎。第二樣嘢就係你都唔能夠話
即係中國冇呢方面嘅人才啦，咁所以可能會有好多人做呢方面嘅研究或者各樣啦，或者喺其他地方攞咗經驗之後，再翻中國嚟到去做啦，都可以係咁嘅，都會有人才嘅咁樣。咁所以中國唔係冇佢嗰個優勢，但係呢個唔 justify 佢即係對人哋嘅模型做 distillation 噶嘛。我上次拍嗰條片講呢個比亞迪歐洲，跟住就講咩技術開放，有個五毛喺下低留言嘅話，中國啊又何曾咧要求其他地方國家嘅人將嗰啲咩正時或者關鍵嗰啲咩變速箱嗰啲技術俾中國先得㗎咁樣。中國唔係冇做變速箱㗎喎。佢做得冇人哋咁好啫喎，咁佢點解一開始有呢個技術咧？咁樣咁咪都係基於人哋嗰啲訓練、人哋嗰啲知識成果先攞翻出嚟咧。美國嗰啲人喺度搭緊 lift 揸緊車嗰陣，中國仲喺度揸緊馬車啫喎，大哥係嘛？係嘛？啱啱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強盜邏輯嚟喎，真係黐線喎！即係唔能夠話。即係對你自己有好處嘅時候，你就去話呢啲知識係公共財產，然後再用呢啲公共財產走去壓迫人哋嗰個生存空間，然後再自己生產咗啲 quote unquote 知識嘅時候，你就話呢個涉及國家安全唔俾人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強盜邏輯咯，係咪？所以冇得講啊，就係咁咯。最後都係再最後啦，作為一個結語，我成日都覺得咧。嗯，其實小米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example 去睇，佢先係學你，然後戳低個價，然後咧就然後搞到你其他嘅地方嘅人，或者係一開始嘅研發嗰啲外國嘅其他公司咧，可能係話面對一個更加即係 cutthroat，即係更加割喉式嘅競爭。好啦，跟住就堅壁清野啦。OK，清好晒個市場，剩翻幾個 major player 啦，咁佢就可以話係咯，我都係學咗人哋嗰啲嘢，然後再自己研發咁樣。即係佢嗰個玩法都係一樣啫嘛，係嘛？即係佢都係攞咗人哋啲嘢，跟住就話係公共財產學咗，跟住之後就再去 build up 自己嘅嘢咁樣。所以亦都好反映到就係中國企業家係嘛，或者佢哋嘅原始資本累積係嚟自於抄襲。或者嚟自唔好話抄襲啦，唔好告我啦，即係來自於參考、積極參考、深度參考、高度參考，係咪？OK，參考然後轉化，然後內容係咪？OK，嗰啲嘢啦嚇，就係咁，即係幾值得參考個模式就係咁咯。冇乜特別嘅，我純粹係睇到習近平出嚟講嘢，然後就結合埋我自己少少學習，再同大家出嚟分享啫。喺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譬如嗰啲參數啊、token 啊、算力啊咁嗰啲嘢嘅時候，都我盡量講得淺白啲啦，因為我睇到嘅資料或者我閱讀嘅嗰啲材料，其實可能係深入少少嘅，咁但係我希望可以以一個比較淺白嘅方式嚟到去講到出嚟咁。大概 get 到個 logic flow 就 OK 啦。個 logic flow 就係好似啱所講嚇，就唔重複啦，就係咁。咁最後咧就係有人都係繼續問 Simon 去咗邊，咁 Simon 咧繼續喺 Patreon 嗰度同大家寫文，同大家咧一齊嚟到去剖析呢個國際嘅時政。如果大家感興趣咧，就亦都可以訂閱 Simon 嘅 Patreon 嚟到去睇佢嘅一啲對於時政同埋國際時事嘅分析啦，咁樣。同埋最近佢話佢做 gym 喺度 post 自己嗰啲大隻嗰啲相咧，大隻到打死人喎，犀利喎。OK，搞到我都有少少羨慕啊！我都要好似佢咁管理翻自己身材至得。OK，正啊真係，同埋佢嘅即係有其他新嘅訪問影片，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即係大家都有興趣都可以加入會員嚟到去睇呢啲咁嘅訪問嘅片啦。唔係訪問啲乜嘢非常之犀利嘅學者，或者非常之嗯嗰啲行業界別嘅一啲翹楚咁樣，咁呢啲當然都會有啦。咁但係話第一炮訪問係一個普通人，識個移民喺英國嘅生活咁樣，咁係一個洋人嚟喎。咁你大家可以睇下，幾有趣嘅，真係嗰條片就係咁大家都可以即係多多睇下啦。如果感興趣嘅話，咁最後咧就係歡迎走進Simon Universe，進入 Simon 嘅思考領域，歡迎乘搭宇宙列車走。如果對本集內容有興趣，可以到會員區閱讀更多相關文章。國際關係日評，統面伯爵可以擊敗法拉奇嗎？
趣園家書，有些英國人一生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小鎮。